上来看，这位70岁资深艺人谭爱珍嘛去用诈骗，而且金额未小。伊的查囝欧阳靖伫面册破文章，讲诈骗集团假做是检察官，甲谭爱珍骗讲伊卡到毒品的刑案，请伊协助办案，搁来提出着假检警的公文，所以谭爱珍就相信了。加在第二届要搁汇钱的时阵，阮经是及时来阻止。欧阳靖想要甲大家讲，毋是受害者伤戆，是这诈骗集团真正伤厉害咯。70岁资深的艺人谭爱珍，甲因查某囝欧阳靖住伫台南，即马讲嘛防诈骗。Hello， 等人吗？车手就是以郑可怡原警伫个身躯敲出伪造公文书，继续对照发现讲受害者当中有谭爱珍。欧阳靖伫面册写讲，差不多是2个月前，向有警察上门，请联络因老母离开邮局停止汇款。后来伊才知影讲，原来因老母已经汇过100款，迄天才要汇第2摆。下方骗去是因为因老母毋捌听过协助办案这个话术，而且被骗的金额未细条。而这个诈骗集团是冒充着检察官，甲因老母讲伊卡着毒品的刑案，请伊协助。也毋过袂使甲别人讲，谭爱珍才会甲因查某囝讲要去看中医，实际上是去汇款。认为讲安会使斗掠歹人，想袂到当车手比掠的时，假检察官已经消失去啊。于李贤身上查获伪造公文书1张及工作机。经由假检警公文积极联系，与邮局临柜提款100万现金之谭姓被害妇人，妇人惊觉诈骗。谭爱珍后来写文章讲，伊会落入这个陷阱，正是因为诈骗集团利用真实的洗钱手法来甲骗。头一摆伊被骗98万，第2摆险啊要去领110万，加在原警及时甲阻止。伊将这个经验写出来，就希望讲唔通有人丢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